點樣做到幫自己占卜都準呢？之前有一集講到最好唔好幫自己占卜，記唔記得原因係乜嘢呢？冇錯，就係因為自己占卜會太主觀，所謂當局者迷。可能你會問我點樣幫自己占卜都準呢？我03年接觸嘅大部分職業占卜師，佢哋多數都唔幫自己占卜，當然係因為試過自己占卜會唔準啦。其實係咪真係完全唔可以呢？講個小秘密俾大家聽啦，其實我喺呢20幾年入邊咧，試過幫自己占卜都可以好準㗎。例如04年我未識我老公之前咧，曾經有一個男朋友，當時同佢由開始到結束過程唔夠3個月，我自己一路占卜咧都準㗎。預知關係短時間入邊會結束，但我明白呢個經歷對我嚟講係一個重要嘅過程，所以我接受呢個結果。同佢結束之後，我抽牌占卜未來，準確預測到我老公嘅出現啦。當時大約喺3、4月嘅時間啦，同埋佢係火元素星座嘅。咁我幫自己占卜有冇試過唔準啊？當然有啦。重點係點樣幫自己占卜先得到準確嘅結果呢？答案就係一定要透過幫更多唔同嘅人占卜，從其他人客觀咁俾你回應，先會累積到經驗同埋信心。當你只係幫自己占卜咧，一定係唔會得到噶。記住要堅持不斷幫其他，最好係唔識嘅人占卜，因為你同熟悉嘅人占卜咧一樣都會主觀噶。當你累積一定嘅經驗之後，再翻轉頭幫自己占卜前，先問自己，結果無論係好定係唔好，自己係咪可以保持完全抽離？會唔會係好難接受呢？最重要係唔好自己呃自己。如果堅係 OK 呢，就先可以試下幫自己占卜，同埋要做好占卜記錄。因為占卜嗰刻呢，當局者迷，有時真係未必理解成個占卜嘅結果。因為我都試過要經歷咗時間，真係再發生咗一啲嘅事情，睇翻先至會明白嘅。所以如果你真係想學塔羅占卜，而占卜嘅對象只係自己嘅話呢，9成9都好難學得識噶啦。大家仲有啲乜嘢關於學習塔羅嘅問題，歡迎留言問我，記得追蹤我香港專業塔羅協會會長 Manny 嘅 IG。下一集見。